来看有民众昨是咧台中火车头铁路大街踅街，发现讲有一只乌托邦唔若骑入商场，对方看到伊咧甲翕，佮骑车冲过，险巧弄到。这类行为确定是违法的，铁路警察已经咧抓人，要甲伊处罚。台中火车站1楼的铁路大街，暗时人也是真多来来去去，不过有一台汽车是骑真紧，一直冲出来也差点弄到人。翕的民众赶紧闪开，不过也惊一个，因为这个骑机车的查甫人，敢若看到伊咧翕伊，跳看甲机车对伊冲过去，挑战的意味是真高。但是发生伫昨日暗时7点半，当时正是拜五暗时，世界人也不哩多，骑机车这查甫人无爱插车是专门人行的所在，甚至是挑工骑冲过来。这你应该拢袂使吧？应该当惊人尔啦。因为要跨过这有点麻烦，他可能就想要这样过去。对，然后就为了图方便就骑过去这样。实际上来到现场，拜六下晡人更较多，也毋过除了有3辆车骑入来这个专门人行所在以外，也有脚踏车骑入来，民众只好尽量闪开。有民众讲，部分骑车的人敢若想要对前站抄近路到后站，所以讲违规骑入去火车站1楼的商店街。警方讲，安尼做是已经明显违法。经查民众骑乘机车于非道路之行为，违反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45条第1项第6款，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。警方讲，已经知影车牌会用车入人，车行为人交说明，若确认违规，也依照违反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来开罚，并且加强巡逻、甲考验，确保过路人也有乘客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